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0年3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网红超市啊。我看这个网红超市不聊一下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就最近网红超市说把自己40亿资产分给员工，大概是这个吧。然后在网上炒了很长时间，上了很长时间的热搜，有很多网友经常留言或者在直播里面让我谈一谈我也谈过了实际上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这都是一种宣传。不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些数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它都是未经第三方公正的审计它不像那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财报是要经过审计的，这个第三方审计完之后你要负责任的，出了问题要罚你第三方，就是审计公司这就是会计师事务所所以说上市公司的数字呢，你相对来说还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毕竟有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为他背书了，有券商为他背书所以说你说拿这个出来分析分析有点意义。对于一个企业的吧，他又不是上市公司，他就随便说，他说40亿、80亿、100亿，你也不能跟他较真，这个数字全靠一个人说。这就和朗朗的这个革命卫队一样今天把这个林肯号干退了1000公里，明天又是林肯号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返回美国本土，对吧？这就是他这个说法，你愿意信你就信，你不愿意信呢你就别信，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信，这是做人的起码道理所以我不感兴趣但是为什么今天又聊这个呢？这个事搞大了。为什么叫搞大了以往它就在国内，对吧？上热搜，大家如果不喜欢可以不看，视而不见，眼不见心不烦。但是这一回他搞的这个联合早报居然刊登了。联合早报昨天一篇文章，昨天晚上发的，叫对吧？网红超市把一大笔钱分出去了。所以我一看这个国际上都有影响了，咱得看一看，捏着鼻子得把这事了解一下。我在聊这个之前，我对这个事是不了解的我只知道网上对吧？我这个网友很多盘盘们呢眉飞色舞说把40亿分了，有大爱有大爱。我为什么不愿意聊这个事？刚才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因为它没有分析的价值就像你分析伊朗用什么武器把林肯号给打退了1000公里伊朗的无人机是怎么突破这个林肯号的层层防御体系，把它烧了个对吧很狼狈，这你没有价值它本身它就是个对吧可能是个虚构的，你聊这个不是浪费时间吗？就这意思但是我现在也要聊，捏着鼻子聊一下，是因为国际上居然都信了，那咱得看一看呢。所以我就把这个联合早报的文章看了一遍发现联合早报的文章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它主要说什么呢？说这个这家网红超市一宣布自己这个把什么40亿资产一分之后就引起了很多阴谋论。这个真是叫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本来这个网红超市立的人设是弘扬什么主旋律是吧？正能量的，有大爱的，对吧？给员工分钱，这本身就是好事这个咱得有一说一你对员工好一点，给员工多分钱，这个咱作为牛马韭菜举双手赞成。但是呢，有好多阴谋论说什么呢？说这家网红超市遭到这个对吧政府的打压，这个政府现在缺钱呢，对吧？要分这个网红超市的钱。网红超市一看，我先把给员工分了，我没钱了，看你们怎么要。但是这是阴谋论的说法也就是说本来这个网红超市人老板恐怕有别的想法，人家是正能量人家是这个弘扬主旋律结果引起了这个网上很多人阴谋论的这种调调。阴谋论调调一起来之后，人家对吧就引火烧身了，就一惹麻烦了，对吧？本来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人家是为了提倡美好生活，结果被很多网友一折腾，变成他为了躲避迫害，为了防止被对吧被吃大户被跨省，对吧？被远洋捕捞，把钱先分了，是这个意思我看了半天我给简单介绍一下联合早报怎么说的大家就这么一听就完了咱们不信谣不传谣。我虽然不太认可网红超市这搞法，就是网红超市这个行为方式但是我也没必要去黑他对吧？咱有一说一。联合早报这么说的，他说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把公司资产分给员工和下属，本来是件很正能量的事，没错这个我也提倡，对吧？你老板对员工好一点没毛病。但没想到舆论场马上出现各种猜测，甚至有人怀疑此举是为了避免被官方收割资产。这家企业就是某省名气响当当的什么商贸集团。事情的起因是创始人3月8日妇女节当天在抖音发帖公布了集团资产分配方案。根据贴文中的表格，网红超市资产总额38亿，其中15.1亿分给718名管理层人员，4.7亿分给563名技术人员，剩余的18亿分给8913名一线员工。这个实际控制人写道说，未来这些资产将作为公司股本，每年利润50%，
给团队发奖金，50%归股东收益。说实话啊，我学识有限，真的是啊，我也不是学财务的，所以我看他这写的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就到现在为止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咱们勉为其难念一念啊。它具体来看，分配15.1亿718人管理团队，涵盖店长、店助、店长助理处长等层级，其中12名店长共享2.4亿元资产，按此计算，每名店长可分得2000万元。一下这店长就成了千万富翁啊，2000万元嘛。就是我按照字面理解啊，刚才也说过了，这学识有限啊，理解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看不懂这些字啊。反正分开看我都认识，但是合到一起不知道什么意思。技术团队共563人，其中2名最高级别的技术人员各分得1000万元，这技术人员也可以啊，那也成为这个千万富翁。一线员工8913人，其中280名班长人均分得30万元，8633名一般员工标准为20万元。联合早报说啊，他说这样的分配模式不但成就更多人真诚信任、用心学习，创造美好技术和能力，而且带动更多人共同致富，共享美好生活。这个你看，共同致富，共享美好生活，这都是正能量啊，这都是主旋律，没毛病啊。当然，联合早报他也这么说的，说这个主旋律意味浓厚。然而说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啊，推出这个引起了更多网民好奇什么呢？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高调宣布分钱？这我又看不懂这意思了啊。就是我看到现在我没整明白，他到底在分钱还是分啥？是把现金分了吗？所以说理解能力有限啊，这确实没办法，这个啊也可能是退化了啊。反正看到现在我没整明白这到底他在分啥。然后这个联合早报说啊，阴谋论出现，很快各种阴谋论纷纷涌现。有网民说啊，听说啊这个某省会啊招商承诺当地出资让网红超市开店，结果后面又说没钱了，让网红超市自己掏钱。也有人说这个网红超市控制人把40亿资产分给所有员工，旨在防止当地政府部门零元购收割公司资产。你说这个网红超市老板恐怕嘚了起皮了啊！这个阴谋论真的从哪儿说起呢？我真不明白啊！这个人家这公司在当地那是受保护啊，受各级政府保护啊。你要敢说个不字，对吧？很有可能你要被告。所以我现在都不敢提名字啊！怎么还有人敢零元购收购这公司？那得多大胆子啊！所以说阴谋论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就是目前啊，你敢动谁？你不敢动这家公司啊！你看啊，动这家公司的哪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告被索赔，就是锒铛入狱，对吧？咱们到现在的名字都不敢提啊！我跟你说，我念这个我都捏着一把汗，害怕收到这个啊是什么？然后你说这样的公司被政府零元购，谁有这个胆子？借他3个胆子也不敢，唾沫也能把他淹死，对吧？我不相信那个什么中原某省有这个胆子啊！联合早报说啊，他说香港明报星期二就是3月17号也报道此事，引述网络传言称，此举或与网红超市郑州项目推进受阻有关，也有人称是为了避免资产被收割。面对不断发酵的舆论，这个网红超市啊3月11日发文回应说啊，这是真实的情况，不要再猜想了。说26年来我们追求的是靠制度和股份制的运营模式，早期股东属于无偿赠与或代持方式，分配依照公平原则，按岗位价值化规划标准。这字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能看的一字认识，反正合到一起确实不理解到底他要表达什么东西。联合早报说啊，从连用多个感叹号的表达中，不难看出这个就是控制人啊对外界猜测有一定情绪。该名控制人重申，分配资产目的是激发员工潜能，让员工认知他们的所有收入都是靠自己能力创造，而不是他人赠与或施舍的。但问题是你确实是赠与啊。当员工在这种文化中成熟后，企业再转变为真正的股份制运行模式，也就是他要开创一条新的路，就这意思呗。就是他又不是股份制，但是前面又说分钱，对不对？分40亿是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实际控制人说啊，他说关爱员工的方式很多，对于普通企业或经营者来说啊，提高管理团队员工工资收入和奖金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联合早报说啊，他尽管网红超市明确表示这是真实的情况，但舆论并未因此平息，甚至愈演愈烈。于是该实际控制人3月14日再度发
发生，这一次语气更为强硬。你看看啊，本来是个宣传，结果啊给自己招来麻烦了。我想起了有的人啊，就说话不把门，吹牛，结果一吹牛还真要上税，这一吹牛给自己引来麻烦了，对吧？你比如朗朗吧，朗朗不就这样吗？天天吹牛，让美国去死，让以色列去死，这回好了，对吧？咱们节目也说了，你看他朝鲜啊，人家偷偷摸摸把核武器搞出来了，人家也没说让谁去死，所以说你看，对吧？人家消消停停的搞出来了，没事。但你这个朗朗吧，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多的打，就吹牛吹过了啊。所以说啊，你有时候为了宣传吹牛吹过了也不是好事啊。你看引火烧身。你这个让真正的正能量看了之后，他肯定生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为了宣传自己寒碜我是吗？啊，说我要吞你的资产，所以这个网红超市实际控制人一看，对吧？这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起了反效果，所以他14号赶紧又发一个啊，语气更为强硬。一看这谁把楼给带歪了，不就这意思吗？这你往正能量上宣传，对吧？往有大爱上面宣传，你这整个对吧？说阴谋论，所以他强调啊，说资产分配其实是啊，网红超市持续20多年的机制，这是他自己说的啊。这个也就是说这次分配啊，实际上这20年来都这么干的。网红超市啊，只是因为近期要建什么门店，所以把资产转化为股本。我又看不懂了。刚才不是说分钱分资产吗？怎么也变成股本了呢？目的是让资产拥有人明细明确，资金在公司继续使用，并由公司决策委员会负责管理，避免未来出现财务分配问题。这什么意思啊？不太好理解啊，烧脑，比较烧脑。这个他同时披露啊，他本人分配的资产占5%左右，就是这样的体制才成就了今天的网红超市和优秀的、自信的、充满善和爱的团队。有大爱，有大爱啊！这个他接着写道啊，他说网络上经常有个别人故意扭曲事实，含沙射影，制造社会矛盾，制造零元购等谣言。网红超市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误解、扭曲和偏见，因为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知才会这样。什么样的传统习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什么样的认知，没有进一步解释。这是联合早报说的啊，我这是念啊。这个说实话，这个我得说句公道话啊，你就关于这个分资产这个事情，不能怪这个网上有人误解、偏见、扭曲。我想刚才大家也看了。我相信啊，你这要是受过对吧这个9年制教育，或者是上过高中吧，应该是看不懂他这个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你再去理解，那肯定有偏差嘛，没毛病啊。因为他表达出来的意思让你没法理解嘛，没法理解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吧千奇百怪的想法。当然这阴谋论是没有必要的啊，那是谣言。但是它字面意思有很多种理解，对吧？就字面意思你有好多种理解方式。但是你要说理解它背后，你是什么原因要这么干，主观上面，那这个就叫推测，对吧？这叫妄自菲薄，或者叫你要有真凭实据，否则你就涉嫌造谣。联合早报说啊，2次回应下来，外界关注的焦点开始发生变化，更多人开始讨论企业该不该把资产分给员工。一些网友将网红超市与其他民企对比，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称网红超市把几十亿分给员工，宁德时代老板把几十亿揣自己腰包。问题就在这儿，这是我是最不喜欢啊，就是网红超市这搞法。你这种人设，你这种宣传未必是真的，但是你是为了宣传，你搞着这种人设，完了这个盘们他不知道啊，他拿这个去尺子，把你当尺子跟所有的企业去比啊，不这么干的企业都得黄。你说这是什么个风气啊？这就是我啊为什么对网红超市不感冒的原因。你想想，你看看啊，这是联合早报说的，一些网民就开始拿这个网红超市跟宁德时代比了。你看人家啊把几十亿分给员工了，宁德时代老板把几十亿揣自己腰包。说这话的网友根本就不理解这个网红超市说的是啥，他也不知道，他反正觉得你看老板把钱分了，好，你们这些公司都赚了钱不分，你们都是对吧资本家，你们都是什么没大爱。至于那个网红超市有没有分，他也不知道啊，反正人家说分了嘛，那肯定是分了，他就这么简单的理解，对吧？这个是不应该的。我觉得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这终究这个还是大家一起要买单，也要为这种行为啊，如果不加以制止。腾讯为什么不把这个资产分给员工啊？阿里都得分呐，网红超市能分，你们不能分吗？还京东都得分呢。盘们提出这种要求过分吗？对吧？你看人家都能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说，宁德时代3月9日披露了2025年财报，实现营收、利润双增长。作为公司创始人，凭借间接持股，仅2025年度分红就获得81亿元人民币收益，甚至超越大部分中国 A 股上市整车厂的净利润。
这个说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文章写到啊，他说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传统叙事中，这网红超市啊一直以反着来著称，减自己的利润，消自己的权利，20多年坚持把利润分给员工，他的这种格局不是一般老板能比的。没错啊，有大爱，有大爱啊。联合早报说，民营企业经营环境变化。他说，回到这场围绕网红超市的舆论，有观点认为啊，相关话题之所以持续发酵，或许也与过去几年企业经营环境变化有关。随着近几年政策调整加快，行业整顿增多，市场对不确定性感受有所上升。从教培、互联网金融到房地产，多个行业在政策调整后经历明显收缩，也让企业对政策变化更加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与前景不时受到质疑，市场信心也一度被影响。这个联合早报意思就是说，这个阴谋论是它的产生的背景啊。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面临压力，提振信心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官方也持续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在两会上啊，这个官方发言人说啊，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以贯之，不能变也不会变，也就是让民营经济啊吃个定心丸，对吧？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联合早报说啊，他说不过从网络舆论反应来看，官方表态与市场感受之间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个网红超市控制人叙述中，自由与爱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他本人坚持的信仰。当这套理念落在一笔近40亿元的资产分配上时，外界看到的不只是企业文化和价值选择，更是对大环境谨慎提防。这种谨慎和猜忌背后，是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之下慢慢积累起来的不安全感。我觉得联合早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我认为啊，这个引起了阴谋论，纯粹是因为这个网红超市啊，它宣传过度引起的反噬。我为什么说叫宣传过度呢？因为我把这看完之后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我在看联合早报这篇文章之前，我是没有看网红超市什么分那个40亿，具体是怎么回事，我根本就不看。我不说了吗？我不愿意花1分钟在这上面，这是浪费我时间。但是我现在捏着鼻子再看一遍，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提几个问题吧。大家如果有人知道的啊，不要自以为知道，就是你是真知道你就对吧回答。首先第一个，它到底分什么？是分现金还是分资产还是股份？反正我搞不清楚，他这么一会儿是资产，一会儿是股份，但是网友就认为是分了钱。你看这个店长分2000万，普通员工30万，这对吧？大家看一看，网友肯定这么想的啊，就是网上啊舆论以为这个你在这个网红超市上班，你是个基层员工扫地的，你20万到手了，你甚至想到了可以还按揭贷款了，可以买个好的手机，是不是有好多网友这么认为的？但是它里面它没有到底是现金还是资产还是股份，我也不知道盘们是怎么看的，反正把我是绕晕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应该不是分现金，因为按照网红超市的说法，它年年都分嘛，对吧？给那钱赚的钱都给员工分了嘛，有大爱呀，年年都多赚的都给分了，对吧？那理论上这不是分现金，那是分资产。那好了，如果是分资产，那资产怎么分呢？就你看现金你发给我拿走了，对不对？或者你要发现钞，我带个包，对吧？带个背包20万背走，2000万没法背，得转账，那是现金你给我了，对不对？那就是我的了。那资产怎么给呢？资产怎么分呢？我就是说资产怎么分呢？那个货架算资产，对吧？那冰箱冰柜什么的设备也是资产，但还有无形资产，都是叫资产。这资产怎么分呢？那货架我背回家是吗？或者是货架上贴个名字说这是我的，这资产没法分，对不对？怎么分？我不太懂啊，就是他具体怎么操作的时候，把这2000万资产分给这个店长，那这个店长说这个店是我的，资产是我的，这么理解吗？你看我反正不懂啊。还是说那行，如果有学法律的啊，或者学会计的，回答一下，如何认定这个资产是我的？你分给我了，你既然分给我这资产，你分给我了，对不对？怎么体现这个资产是我的？我只有把它背回家才是我的。好，我搁这儿也行，搁这儿那怎么证明是我的呢？那就得登记在我名下，对不对？叫登记嘛。资产，你比如你房子，你们家房子怎么证明是你的？你有房产证啊，证有登记啊。那个车怎么证明是你的？有登记，对吧？登记在你名下。那你这资产是2000万分给我一个店长，我怎么体现是我的呢？那这个分是什么意思啊？那店长怎么得到这2000万呢？资产也登记在店长名下了吗？还是店长把它背回家
家了。有的资产不能分的，你无形资产怎么分呢？你没法切，对不对？无形资产也是资产，那怎么分啊？不太理解，反正我不懂，对吧？然后后面又说股份，那你到底是股份制还是什么意思啊？你分的是股份还是什么意思啊？股份也一样啊，股份呢怎么体现股份是你的呢？就登记，就是在工商注册那儿，股东200个，不能超过200个啊，好像是不能超，股东是有限的啊，有限公司嘛。好，你最好是登记啊，对吧？我占1%，你占4%，对吧？我是店长占2%，你是普通员工占0.1%，那得登记啊，就是在工商注册上面啊。好，说他这1万人登记不了，那你就搞个员工持股平台，对吧？就是到底怎么操作的？你说股份，那股份怎么操作？怎么体现这东西是我的？没有，对吧？我没看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整。但是网友他把这东西一发出去了，网友就嗨了，兴奋了，哎，这个感觉这钱已经分到了啊，这都是每个人拿到这么多钱，有大爱啊，有大爱。资金分资金还是分资产还是分股份，反正我是看不明白怎么操作。然后一个对吧？还有一个就是40亿资产，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光资产还没有负债，有没有负债，对不对？一个企业对吧？你不能光有资产，你还有负债，对不对？负债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你学过会计的出来说一说啊，赶紧给我补充一下，对吧？这专业知识啊，你一个公司光有资产吗？你就对吧？这边是资产，这边是负债啊。你资产40亿，那负债有多少，对吧？负债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你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员工的工资，对吧？或者是银行贷款或者借款，对吧？应付的钱或者预收的钱，你收了这个会员卡，你预收的钱也叫负债啊，是吧？那你这个你负债是多少啊？资产，你光说资产，恒大的资产好几万亿，对吧？恒大的资产也不是说好几万，现在就是贬值吧，那也1万亿啊。恒大说我把我这1万亿资产分了啊，你不提负债，那不是耍流氓吗？恒大负债2万亿，资产1万亿，对吧？净资产是负的，对吧？徐老板说徐老板在登缝纫机之余啊，对吧？也在抖音上发个帖子啊，我把恒大的资产啊，我给员工分，对吧？这个总经理啊分多少，那盘们看了这个会不会很激动啊？也徐老板也大爱。但是我不是说网红超市负债高啊，不是这意思，我就说按理来说有资产就有负债嘛，对吧？你分的到底啥东西啊？那个资产40亿有没有经过审计？是净资产还是说是总资产，对吧？净资产那你就是总资产减掉负债，要是总资产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你的这个你不要后面拖的负债是多少啊？那如果是总资产的话，那我作为一个店长，我有这么多资产，那是不是对应的负债我也得背啊？哎，这是法律问题啊。如果这个资产登记在你名下，那你到时候这个企业出问题，你要出钱的啊，对吧？你这个企业如果资不抵债，对吧？比如说应付账款付不了了，贷款还不上，那你恐怕也得出钱呢，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我希望学过法律的、学过会计的出来说一说啊。你没学过法律、没学过会计的，自己也没开过公司的，就不要聊了啊，因为你不懂，你就听着就完了。要么你就感动有大爱就行了，要么你就对吧？你很难说什么辩证的，或者是叫什么逆向思维。好了，我斗胆啊，我推测一下，这个网红超市的意思就是，哎，我把我这么多资产，他没说是净资产还是总资产啊，反正咱就这么一说吧，资产我对应分到每个人，然后以后呢，按照这个资产来赚了钱，给大家分红、分钱、分利润，他大概就这意思啊，分利润。但是那你这个你怎么落实嘛？这个利润是靠往后创造的，对吧？靠这个资产去创造利润，然后给这个员工分。他也说了啊，以后的利润的多少是留给公司。你看他什么管理层占50%，员工占50%，不太懂啊。就是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以后这个网红超市2027年赚了1个亿。经审计的啊，未分配利润1个亿。好，他这1个亿呢，他干啥呢？5000万是公司股东的利益，这个股东包含不包含这个刚才说的啊？这些店长这个拿了资产的这个不知道，他也没说，反正是股东50%，剩下的50%给管理层，哎，剩下的50%是发奖金，这个奖金是管理层占50%，员工占50%，到底怎么分不知道啊？他是按那管理层是不是按照刚才那个资产分配那个比例去分？说一千道一万，这就是一个企业内部打算怎么分红的事情，对吧？怎么去分奖金的事情，不就这么点事吗？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网红超市按照自己说的，他年年都这么干，已经分了，他为什么今年又炒一遍呢？就是流量嘛，对吧？拿着是再遮遮掩掩、虚虚实实拿出来说一遍，因为他以前就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分的。正因为他这么分，所以他有大爱，对吧？这是网民的这么认为的。他今年又来炒一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来炒一遍。以前他说，以前只是说啊，我给大家分了，我赚的钱都给
分了，怎么分的他不说，他今年呢把怎么分的他说一说，大概这意思嘛。好，结果一说引起很多人误会了，因为他把他钱分了。如果就是盘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说这个网红超市为了应对零元购，对吧？政府把它资产收购，那就得把这个资产要分到每个人头上，就登记在每个人头上。但显然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哪来的零元购呢？资产还是这个，对吧？这个网红超市这公司的主体下面的，他只是让你对应了那么一点，对吧？份额，但这份额又不是股份，股份也得登记。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企业内部一个啊，他自己脑子里想的一个什么赚了钱怎么分的一个方案，而且他晚年就这么分的，按照自己说的啊，晚年就这么分的，对吧？也都分了。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又上热搜呢？它不就是需要炒吗？每天，对吧？天天都要上热搜，把同样一件事情换个说法再上一次热搜，再换个说法再上一次，反正是就那么个事，就是有大爱，就有大爱这个事情就值得天天上热搜，不就这意思吗？也换个说法而已嘛。反正这盘们也看不懂，盘们是不会去仔细去看的，对吧？他只会说，一说有大爱，对的，这个马上兴奋，荷尔蒙就上来了，头脑就热了，然后就开始宁德时代分，对吧？你这个腾讯分，阿里你也得分，不分就没大爱，京东，对吧？你也得分。所以联合早报说什么阴谋论啊，是什么这个环境那个环境，对吧？民营企业都扯淡，这纯粹是他自己宣传过度，把一件事情不同的包装出来说一次上一次热搜，对吧？引起广泛热议，完了之后他流量就来了，流量一来，这些盘们，对吧？这些人，对吧？这些粉丝，这些圈吧，这什么饭圈是吧？你都得去啊，你坐着高铁坐着飞机你得去啊，都膜拜，对吧？得去朝拜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个光刻机啊，不是号称最复杂吗？咱们现在正在攻关，对吧？这个光刻机好像得要10几个国家啊联手才能搞得出来。那咱们现在中国是有这个决心，是吧？也很多企业准备搞光刻机。所以这个光刻机也不能卖给咱，对吧？只能卖那些落后的，是吧？这个28纳米的或者7纳米的，反正最先进的不能卖吧。那我们都在学，我们就这么在这个美西方，对吧？荷兰这个制裁的情况下，或者禁售的情况下，咱们也在学七七八八的。我觉得这个荷兰的这个叫阿斯麦这家公司啊，他就应该去向这个网红超市取经，学习一下，就怎么样保密啊，就或者就怎么样，这你有什么诀窍吗？对不对？就是网红超市，你看这一个传统的零售，其实对吧，好几百年了，对吧？现代零售也得100年了吧？它有什么核心技术？就是说手把手教你都教不会。为什么全国就这么一个网红超市？其他超市学的，对吧？学的多啊，学网红超市是不是很多啊？就什么爆改是吧？很多企业的爆改，而且网红超市自己掏腰包，按照自己说的啊，自己出钱，自己出人，自己出技术，对吧？自掏腰包帮你改，他帮了很多家啊改了。为什么？那到现在中国还只有这么一个网红超市？这是为什么？它到底什么核心技术教都教不会？而这么难的光刻机，你说中国自己这整个七七八八的，是不是都有决心攻克？人家荷兰还不教呢，对不对？人家还给保密，还禁售，防止你学，防止你逆向工程。你都有决心的学会。那为什么一个传统的商业模式，一个有什么核心技术嘛？对吧？手把手教都教不会。反过来说，就是荷兰的这个阿斯麦公司应该向网红超市学习，对吧？怎么样防止别人？就是说我能有什么核心技术能让别人，对吧？你学都学不会，我教你也教不会，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什么，对吧？你中国把技术学会了，你中国自己造光刻机啊，反正教你也教不会。就是这个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对吧？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也始终找不到答案，就是到底什么核心技术比光刻机还难？有很多网友说有大爱，就是反正你什么东西来个有大爱就完了。实际上啊，这个网红超市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所谓的分资产，这个东西说来说去啊，就很多企业都在搞啊，搞得最好的或者就搞得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华为。华为那个内部股嘛，不就是一个意思吗？华为就是员工持股，叫内部股，对吧？但是它也不是什么分资产。但是这个网红超市为什么不说，我就学华为，对吧？我就是内部股，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设，对吧？那什么玩意都得自己独创的，对吧？你才能树标杆啊。你说我跟人学的那就不行了。实际上它这模式不就是一个类似华为吗？华为每个员工，对不对？按照绩效分红，年底分，对吧？公司多少利润拿出来分，怎么分？内部员工持股，对吧？就类似这种啊，不在搞吗？人家搞了20多年了。最后我再重申一下啊，也就是说这个网红超市啊，它不犯法，他怎么宣传，对吧？反正没犯法，然后他愿意给员工多分，这都是好事啊，没什么必要去啊，他愿意分呗。但是误导，对吧？你去搞这种虚假宣传，你搞人设，实际上你就跟那个什么网红带货一个逻辑嘛，它就是网红带货啊。因为网红超市嘛，它不是赚消费者的钱啊，记住了，网红超市它是赚粉丝的钱，圈粉赚粉丝的钱。
真正的像山姆、开市客，甚至像永辉这种超市，人家是赚消费者的钱。消费者在哪里啊？消费者在他的店，对吧？以店为圆心啊，2公里以内，在中国啊，或者3公里也行，你说5公里也行，反正有个物理距离吧，物理距离啊，有的就是1公里，那范围之内的那消费者要复购的，就是他这1周去2回、3回，对吧？甚至有人一下班就得去一趟，买个盐、买个酱油什么的，这叫消费者。而坐着飞机打着高铁啊去的，那叫粉丝，对吧？那就跟旅游是一样的，去景点打卡，对吧？一个超市啊，所以他们服务对象不一样，一个是为消费者服务，一个是为粉丝服务。但是为粉丝服务有错吗？一点都没错啊，不犯法。你看那个董宇辉，对吧？曾经的3只羊或者叫什么新选，这头部带货主播动不动是几百亿的，没毛病啊。然后他给员工多给点钱，没毛病啊，多发一点，给地方多交税也没毛病，不卖假货更好，你卖假货被人发现，对吧？关门那也活该，没毛病啊。但是你就是董宇辉这种啊，你网上带货，你就是个带货呗，你非要把自己宣传这个什么一个标杆，对吧？造神，完了有大爱，那你这种宣传迟早也被反噬。然后你那些不明真相的粉丝，然后逼着其他企业也得学，那这就过分了，对吧？这就是你造的孽，对吧？这就是你叫迟早也被这种宣传要反噬，让那些为消费者服务的商超去学一个为粉丝服务的网红超市，你怎么学都学不像，也学不会，因为这是两码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没看见哪个商超，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在国内攻城拔寨的这个叫山姆，人家没有什么隔3差5上热搜的啊，人家基本不上。唯有这么一个网红超市，必须要天天上热搜，不上热搜怎么有流量呢？没有流量怎么有粉丝呢？为了上热搜的，就是对吧？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反复炒作，总有一天会炒糊啊，就是反噬。所以这一次这个阴谋论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下一次炒得不好，很有可能要翻车。我这个是有感而发啊，请勿对号入座，毕竟网红超市也不是一家，对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